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初3公视台台的报新闻。咱先来关心今日个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男性，迄是伫南非做生理50几岁的患者。海军陆战队99旅步兵第2营早起伫咧水面操演的时，发生冰船的意外，4个官兵跋落海。昨下晡大水雨掀倒台中南屯一丛路边树，不幸造成骑奥多麦经过一个小姐意外来过往。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个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迄是去伫南非做生理50几岁的男性。伫咧飞行机顶含伊较有接触的对象有27个，其中坐前后2排13个旅客，都要在家内隔开观察健康。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盖新的说明。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有关我们今天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的个案，那这个是449，是50多岁的国籍男性，那他是在南非长期的工作，那昨天独自返国。他主要就是这次回台是要返台探亲啦，他的接触者有27人，同班机的这个前后2排乘客有13人啊，列为居家隔离。另外同班机的机组员14人啊，因为有适当的防护，所以就列为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49例确诊，那有438例已经解除隔离啊。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年尾就要举办，住在高雄的海军陆战队99旅步兵第2营早起嘛演练大胜。上知影讲，伫咧水面操练的时，去年船煞变过，4个官兵跋落海。虽然有对水底救起来，不过有的是已经唔知人，目前也当伫病院急救甲治疗当中。汉光演习第13就要进行，海军陆战队99旅步2营早起伫咧高雄进行训练操演，结果伫咧操舟训练的时阵发生重大意外，船变去有3位士官兵跋海，经过搜救，2位甲级分别是下士甲中士，还有1位阿兵哥被救起来，上病治疗。我们9点操演开始，那过程中一直到现在都在搜救。军方表示，目前3个人也拢唔知影人，也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迎接一年一变的汉光演习，相关单位开始密集的演练，却连续发生意外。国军催离伫咧台中的大甲溪出海口做汉光有险，一台负责拖保船的船，因为风影伤大冰船，2位船员跋海，海巡署加台中港务消防局赶紧来救人。有民间公司所属水上的摩托车2人加入救援的行列。14点15分成功救起1名落水者，由巡防艇载往本队码头。另1名落水者之后也由民间水上摩托车救起。面对中共解放军的威胁，今年已经派军机14遍侵犯咱外围的空隙。国防部长简德发伫咧参加国军100年建军史特典的时阵讲，绝对袂让敌军飞伫咧咱方的空隙。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中国迄边面的东南卫星电视台来点台北设立影片，邀请台湾的来宾分析政治的局势，已经一站时间了。但行政院的台独委员会是表示讲，因的记者入境的名义是要采访，做政治节目已经违反规定。苏贞昌院长嘛讲，国有国法，记者证到期咱无继续准，因就要离开，这是合情合理，拄啊好尔。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柯主。一个东南卫视驻台湾的主持人，有2个台湾的评论专家做来宾，是标准的搭配。逐工伫咧台湾的演播室录政论性的节目，而且甲中国的主播来连线评论台湾的新闻时事。却陆委会认为讲违反采访的规定，废止记者证甲入境许可证，而且规定要伫咧初3离开台湾。有关陆媒东南卫视2位驻点记者因涉及违反前项规定，主管机关已经决定2位记者在台停留期间届满后，不再同意给予展期。预计这2位记者将于今天3号出境。首先，我们会觉得蛮突然的，因为在我们接到通知到确定离开，我们只有差不多48小时的时间。为什么之前我们的工作都没有问题，可是这一次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当地只有采访报道，我们没有录制完整的节目。
强要求离境的2个中国记者，初3早起已经伫咧桃园机场等待飞联机，要坐中大班机离开台湾。伊强调讲，干那采访报道并无录完整的节目，无了解讲是安怎去互认定做是违规。文化部的回应是指出，即马开放10间中国媒体记者伫咧台湾驻点采访，毋过部分媒体伫咧台湾制作节目，甲开放采访的目的无同，涉嫌违反规定。而且2个记者原本的记者证已经到期，内政部移民署停止核发，7月初3日经许可。如果所工作项目跟原申请内容不符合，我们国家有相关法令限制。那这2个记者期限到了。我们没有给他延长，也是刚好而已。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讲台湾是自由开放的国家，欢迎各国记者来采访。若是工课项目甲原本申请的内容无符合，国家有相关的法令来限制。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明年就要进行考试委员同意权的投票。不过，蔡总统新提名的委员台湾大学周连香教授，却去互一个环保团体打出来反对。这人士咧批评讲，周教授举一支旗，讲咧保护用要断种的北海猪，结果伊所讲的话，煞拢咧为要开发工业区，伤害北海猪遐大企业。总是周教授本人是也无回答甲说明。考监人事案的争议还未煞，除了监察院的委员名单去互质疑历史的背景真高，其中一个考试委员的被提名人，互人号做海翁海蒂妈妈的代代教授周连香，嘛引起部分团团的反弹。初3举办记者会，指出周连香无适合做考试委员。他一方面说他要保护鲸豚，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为这个开发单位来开另外一个本。好，所以我们认为周连香他不适格。周连香是现任台大生态所的教授，长期投入生态保育的活动，互人号做海翁海蒂妈妈。但是，团团指出，伫咧国光石法案的争议期间，周连香受到台塑、国光石化、甲台电等等开发单位委托调查北海猪的生态。了后，就提出讲，用食4来成北海猪等活的营运政策，是用倒手咧制定保育政策，正手咧替开发单位解套。训练动物穿越一个不是算很宽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万一不行的话呢，就会在它需要比较关键的位置呢，放置一个食物的诱导器。海豚是可以学得会的 ，OK。当然我在结论上也特别讲，这个是实验性质，全世界没有人做过。白海豚到现在没有做好的保育，第6个大威胁就是周连香。团团表示，周连香对2005年开始，长期接受政府保育北海猪的研究经费甲资源，但是期间北海猪的数量却对200只降到50只。周连香应该负起政策草案的相关责任，嘛呼吁立法委员咧行使同意权的时阵，莫支持周连香做考试委员。初3打电话给周连香，以用家己当咧主持北海猪保育策略的国际会议做理由，无做出正式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早起赖清德副总统和经济部王美花部长是去到新竹参加工业技术研究院庆祝47周年的典礼。赖副总统特别感谢工研院紧接快插手研究出检验剂呼吸器种种，用先进的技术斗出来，正是防疫的英雄。伊阁望刷落去，工研院会当提头，用新科技带动中小企业为台湾继续做伙拼。透过正也是检疫厅，互医护人员唔免直接甲患者接触，各相关的检测系统，这拢是由工研院所开发出来的防疫科技。包括身为医生出身的副总统赖清德，而了工研院为防疫所做的打拼。从各种的这个研发的产品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筛检站、筛检的试剂，又或者是呼吸器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来，工研院实际上也是防疫的幕后英雄。副总统表示，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台湾要安怎运用新科技，合作台湾中小企业更较有竞争力，工研院爱发挥重要的力量。产业链的重组，在这个状况之下，每一项的因应都需要工研院发挥智慧，引用创新的精神，引导国家一一面对这个新的变局，让这个改变成为台湾未来发展的机会。工研院擘划2030，为产业前行。副总统表示，工研院长期为台湾创新扮演重要的角色，未来要为南台湾经济发展继续贡献心力，让台湾科技实力在世界上发光。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
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早起是去到台南视察高速公路新设交流道这交通建设的进度。讲到农田水利法通过，台湾头尾17个水利会10月就会改制作公务机关，会长换用官派。苏贞昌院长也表示讲，水利本地就是所有民众共有的资产，改革了后将出一定有效率。在伊来看，确实是一件大进步。行政院长苏贞昌3号一透早伫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侪位民代陪同之下，视察国道1号、北外环道、新进交流道及南科联外道路工程。伫厝的时阵是表示，工程完工了后会当连接台南市区到安南区以及南科，但是嘛要量早规划道路后面的交通塞车的状况。若是总工程经费180亿无够，将会搁再增加。从安南区南边进入市区，那这个如果不提早规划好，而且是不是可以再延长？当然180亿还要再增加，都过来增加啊！你不要等到做好了才挖掘，又塞车了，又开始规划。不过2号立法院3读通过农田水利会收归国有，引发争议。苏贞昌表示，这是真大的进步。农田水利的资产本来就属于全民，那经过升格后，资产回归全民，同时不但可以保护更多的相关农田水利设施资源，未来工作会更有效率，资产跟工作都更透明、更有效，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3读的条文是明定，增订农田水利事业作业基金收入免扣营业税，改制了后资金以及负债由国家全部承收，并且纳入于农田水利作业基金管理。但是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是讲要申请大法官释宪，嘛将会寻求跨党派的立法委员支持，保障民众宪法予因的基本权利。记者郑云南报道。咱搁来讲，中国国民党为着要详细了解少年辈的心声，新设立2大组织，一个是针对趋势和数据的分析，另外就是产业和新创事业研究的中心。早起江启臣主席嘛亲身宣布开幕。本地昨江主席要过宜兰，甲保卫钓鱼台办公室坐镇，尾手煞无去，这也引起民进党迄边面的批评。但江主席要开声反击了。国民党地库新设立趋势和数据分析中心，还有产业和新创研究中心，要来应用新的趋势，更较挖掘少年世代需求，所以来举办一系列甲社会对话检讨会。最近一直对党内发声的地库副董事长连胜文认为讲，国民党真正需要落实改变。事实上，国民党有很多很好的制度，最重要是落实。如果能够把这些制度落实的话，我相信就能产生纪律。那么有纪律的话，自然而然就会有战斗力。我想这个大家都要去努力的做的事情。国民党主席兼地库董事长的江启臣表示，国民党在对着脚步，趋势甲数据分析是真重要，嘛有指挥党团和党中央的3方白台会议，希望互地库建议会当充分反映伫咧政策顶悬。毋过江启臣原本初日要去宜兰社员保钓的办公室，却临时暂停，叫民进党质疑敢会要发口号。针对这件代志，江启臣嘛反击。对于这些侵害我们主权遗权的，你到底表了什么态？怎么会相对的是要求在野党来做你该做的事情呢？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让在野党来执政就好了。江启臣表示，针对任何侵害台湾主权的代志，国民党绝对保卫到底。规划出海保钓的国民党宜兰县议员蔡文也是讲，保钓行动受到中央政府机关的各种阻挡，目前出海的时间暂时保密，也搁伫咧研议，必须要谨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落去关心地方的消息。昨下晡大水河县道台中市南屯白亚东街一段一丛路边树，不幸阁造成桥头摆经过一个小姐意外来过往。早起罗秀燕市长嘛亲身去到灵堂念香慰问，佮因讲会理清这件事故的责任，也会清查市内14家路边树，以免不幸阁再发生。2号一到的一场大雨，台中市南屯区白亚东街一段的路树倒落，造成路过女机车骑士跌着，送病院了啊，依然是救袂回来。3号上午，台中市长罗秀燕亲身往死者伫太平区停灵厝来看家属，而且承诺会全部来协助。同时，嘛要求市府相关单位做好路树的管理。树木哈，它本身的一个坚固性，那我想我们也会就是相关的单位，那也会来讨论检讨，那是有办法再怎么样的加强。
不过台中市建设局主长罗秋并无直接去弄到女技师的头，而且事件发生的所在是公有地，不是台中市政府的管的。应当不是路树啊，我想那个地初步判断是在国有地上，没有一些可能是土地上的杂树。细汉的死者也无结婚，平常是台中市南路的菜市仔卖物件，甲哥哥姐姐感情真好，也非常友好妈妈。加上想到妹妹死伫要等去村里的路途中，非常的悲伤。希望台中市政府用光来理清真相。我相信市长啦，我只能这样子讲。我觉得社会有公益的啦，说再多的话也挽不回我的妹妹，所以我觉得讲这些都没有意义。倒去的路树差不多有10公尺悬，直径是0.5公尺，但是出了人命了后，权责单位到底是台中市政府倒一个单位，或者是倒一个单位的公有地，一时中间查袂出来。台中市建设局表示，一切拢已经交予检警来调查。一场意外，也出现了路树管理单位事关无统一。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落南来讲，昨暗中国石油的林园厂因为生产的过程当中，落料的碰扑也有各样，现场的人员就赶紧把钢线内底清袂去的原料，经过火烧排出去。气候民众看到出火金青，阁冒出乌烟，高雄市环保局即时到现场检查，嘛查到林园厂近来这一冬外已经发生第5摆的停电，就安尼来动发450万。高高乌烟呛上天，燃烧塔顶悬冒出一阵一阵的大火，甲高雄市中油林园厂照甲光平平。因为现场真明显出现有劣的污染物，经过民众举报了后，高雄市环保局就随去稽查。那因为燃烧不完全，也产生大量的黑烟还有火光。那同仁到现场之后，发现现场这个燃烧的地方呢，也是产生非常浓厚的这个黑烟哈，那么严重去影响到空气污染。那同仁到现场之后呢，就马上到这个周界环境哈，那么以相关的仪器进行环境的这个侦检哈。高雄中油林园厂事情，星期暗时8点，因为制定的进料泵出现问题。意外引起火灾，中油赶紧把留伫钢线内底4天内原料，利用燃烧塔摆放。若是环保局到场了后，运用低透射仪器等等的设备，搜证污染的情形。虽然污染的数值无超标，但是这嘛是林园厂1年外以来第5遍出包，红当当罚450万。7月3号会召开会议，针对这个事件包括一些设备会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还有去评估它的损坏程度。那预计呢，今天呢就会完成这个检查。中油排放污染物，这已经是今年的第5遍起防法，恐惊中油伫管理顶悬要搁较注意的，防止这款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公园来讲，屏东关所介管的屏东市进前发生市民代表会采买礼品牵涉不法的案件。当时代表会主席林协祥买手去选调市长，结果这件代志经过地检署侦办了后，昨宣布将伊甲代表会现任的萧国良主席收押禁见。早起市长交接予过去捌担当过屏东县议会议长的听清水先生来代理。屏东市公所3号透早举办代理市长的交接仪式，因为屏东市长林协祥伫咧做市代会主席的时阵，牵涉到礼品采买的弊案，互人收押，由前屏东县议长听清水来二度代理。代理市长能够无缝接轨，马上就定位。那么，因为我曾经在1年多前我代理过市长嘛，所以他认为我是无缝接轨最适当的人选，他就来拜托我。除了屏东市长洪收押，屏东县这届的乡镇市长嘛有足侪人出问题，前垦顶乡长林光华甲前恒村镇长罗玉栋，拢因为贿选互判当选无效。林光华在另外牵涉到工程的弊案甲卖官的案件，互判刑。德产乡长傅明雄甲嘉东乡长龚日光嘛，因为工程弊案互收押。种种的问题嘛，引出乡镇市长是不是应该要改成官派的话题。过去的一个经验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案例了。但是要这个改为官派呢，毕竟要整个社会要有共识。虽然乡镇市长改官派会当打选举甲代表会等人事费用省起来，但是恐惊嘛会引起地方派系不满，要真正的实现，恐惊短时间内真歹达成。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
今日嘛是大学入学指定科目考试的头一日，计共有43000几名学生报名要应考。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嘛表示讲，早起头一节所考的物理，拢无人辛苦病痛有发烧，无去动用到防疫专用的考试场。毋过有20个学生申请无要挂喙罨，换去备用的场所来写考试单，回答考试了。挂喙罨来到考场，无甲识别证点出来，考生也未放体温证前，就互人挡落来。同学是忘了带识别证，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唔知影识别证，或者是袂记得早，当场提出有效的证件来补办，放体温了后就会当入去。家长是知影袂使陪考，也是送囡仔到管制区头前。高中的服务队嘛准备考试用的物件，水甲饼。昨天去文昌宫帮他拜拜祈求考试顺利。中午吃饭的时候，然后到时候沾到或干嘛，他发的是这种颜色嘛，然后我自己就为了要区别，所以就带不同颜色，带那个薄荷的那一种，就是让空气比较好，就不会很闷。真侪考生反映用上侪时间适应的，就是挂喙罨来考试。但是全国也是有20位考生申请无要扎喙罨考试得到核准。这个医生证明他必须要说明他不能够戴口罩的原因，还有戴口罩的影响会是怎么样。考试生活拢受到疫情影响，物理头一题就考核温枪的原理，第二题阁问指外线的消毒。大考中心转达试考生的意见讲，看重基本观念理解甲生活应用，考题出甲真好。单选题部分并有大量计算，注意多选题，题贴近生活。大考中心表示，物理19000外名考生无人发烧，但是第二节化学有一位为国外转来完成居家检疫的考生申报自主健康管理，会伫咧备用市场考试。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咱搁来关心讲，振兴三杯羹到底敢会当食走？各行各业但是一人一岁。国讲客运公司讲，若摕三杯羹来拍车单，人客就袂当搁退票，敢若会使换时间。若表演艺术方面，国家两厅院卖票的系统是表示，人客任三杯羹买票，退票当然嘛是退三杯羹。有的民众当着讲，爱斟酌的细节，那像确实袂少。花1000元就可以换到3000元，很多的厂商也推出了很多加码的优惠。总统蔡英文出席家电店的开幕，伫随时阵嘛伫替三倍券拍广告，希望民众拼死买来刺激消费。啊，毋过有部分民众爱讲，使用起来有限制，毋是所有的通路拢会当买，而且若是订票退钱的机制嘛无共款，真正是足困扰的。要去注意这么多的东西。对啊，所以会觉得很乱。对，我是觉得能够统一是最好的。目前使用三倍券的纸本退票退钱的方式拢无共款，像讲台铁，目前暂时规划无找钱嘛无退票，高铁嘛是暂时无找钱嘛袂当欠累。啊，若是统联是暂时规划讲会当找钱，但是袂当退票。啊，若是国公好是表示，目前的规划是，若是使用三倍券买票，虽讲袂当退票，但是会当换票。那个消费券来购买车票，我希望能够以换票为原则了哦，就不要退票了哦，希望能够一起来共同来刺激这个经济。啊，若是国内上大的艺文卖票系统，两厅伊是强调讲，若是消费者使用三倍券订票，系统的注文退票无换钱，会退三倍券。3倍券使用以及现金的话，我们就是同时会做注记，也就是说，你用多少3倍券，我们就退多少3倍券。那你用的现金，我们也会直接退换。按照我们的规定，厂商不找零，消费者不可以要求厂商去找零啦。三倍券买票退钱找钱的方式，爱看各业者安怎决定。啊，毋过大原则是民众袂当强迫业者爱找钱。记者综合报道。这当阵民间各项限制令已经渐渐伫咧开放。但卫生福利部这边嘛表示讲，目前开始有咧准备，要搁再引准有辛苦病痛的外国人士申请入境来台湾接受治疗。啊，毋过医学美容甲健康检查这项目是还未要包含在内。很多医院在今年年初，还有在去年，就有很多病人看过病，准备要来了都没有办法来。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合并像人工生殖一样，能够一起大家开放？那他在他的所在地能够好好的检查，如果没有问题，是不是能够有限度的开放国际医疗？这样对我们整个医疗系统是有帮忙的。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6月29日就已经开放香港、澳门迄方面的人士，为着人道的原因、紧急的需要来申请入境。但经过讨论，也会甲妇产科人工受胎者的项目列入开放的范围。下礼拜，因就会正式公布外国人士为着医疗的目的申请来台湾详细的办法。出国倒转来的民众都要踮厝内隔开14天，政府也经过手机来掌握行踪。不过台北市一个民众近来反映讲，伊明明都伫厝内，却连续3天半暝半去接到手机通知，警告讲已经离开徛家的范围。因为警方随到来市电铃探问，伊是惊甲唔敢困，甚至讲行动电话业者嘛唔替伊排解问题。我是第4天晚上，其实已经在休息，因为有小孩。然后大概是11点40分左右的时候，又收到了简讯。然后呢，因为有第一天的经验，所以我知道等一下警察就会出现。6月25日对美国入境返来台湾的周小姐，也搁咧进行居家检疫。不过，伊反映讲，家己这阵啊，拢无法度安心落困，因为居家检疫拄开始的前几天，6月30暗时10点到7月初2透早7点，伊收到3遍疫情指挥中心透过电信业者寄来的简讯，警告伊已经离开因兜的范围。伊表示讲，家己明明就伫咧厝，所以也是爱接受警方一直来巡查，向电信业者来求助嘛无路用。他的态度蛮强硬的，就是说他目前没有办法受理个人，就是一般民众。去跟他讲说，他需要帮我们确认定位这个问题。疫情爆发以来，就常常传出电子伪造无准的情形。台北市警察局统计，2月到6月拢总受理8563件电子伪造传出的警报，但是发现超过一半拢是定位系统出问题，敢若77件是民众真正离开因兜的范围。各家记忆台它的定位的范围，它的划分又不一样，所以我们最多就可能就是告知警政署和还有电信业者会有这个问题。电子伪造系统是靠电信业者的基地台侦测居家检疫的民众手机的定位，若是发出警报，警方就要去因兜看。职员呼吁中央甲电信业者找出方法，改善定位无准的问题。若无干奈互民众无奈，警方嘛无用试试。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台北市林森北路钱柜 KTV 火烧，才会受伤的民众组织一个受害者自救会。早起因证人嘛出面，特别甲消防人员表示上盖深的感谢。现场有人讲甲喉更甜，火伤火烧迄当时是穿红衫的消防人员到位，伊才知影已经死里逃生。嘛有人替遐去台北市政府记告的消防人员，表示讲真不平，真唔愿。伫咧欢喜的抱甲声甲花休声当中，消防人员一个出场。林森钱柜大火案，伤者组成受害者自救会，初三早起举行记者会，向迄当阵冲入去火场，勇敢无惊吓消防英雄表达感谢。因讲话讲甲后甜，表示讲是消防人员，互因伫咧绝望当中看到活落去的机会。满怀感激的心情，今天来到消防队，一定要跟各位救火的弟兄说感谢，感谢。当我整个世界是黑白的时候，那就我已经快要到不行的时候，那他穿着他第一个出现破门而入的时候，穿着那个黄色的那个防火衣，让我知道我得救了。又个是握手，又个是揽一个钱柜大火受害者，一个向消防人员表达上心的感谢，搁做手工卡片，写消防守护，感谢有你。感谢是无法度完全用言语来表达。另外，台北市政府针对钱柜大火向消防局开发记过等等的处分，钱柜的伤者是别当认同。我能活下来，完全不是因为钱柜有做得多好，是消防弟兄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把我们救回来。而跟钱柜一点关系都没有。惩处到的人却是就是消防局的记过，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记他过。对，我觉得最该受惩罚的是练台生。钱柜伤者搁在批评钱柜态度真嚣摆，自发了后就想要老错收煞，呼吁台北市政府要有积极的作为，不应该继续包庇钱柜。记者综合报道。自3年前开始，行政院农委会就已经实施农业灌溉、水质保护的方案。这就是要辅导这个专门咧饲精生、畜牧业的业者排放的废水，要先控制到有效环保标准，才排落去水流内面。你像讲，云林县的水利会就表示讲，目前也有19户畜牧的业者伫咧接受辅导，年底进前来改善好，过来农民灌溉的水质，相信就会当愈清气了。
一支稻收成后，近期牛年农民无因正常，往年这段期间嘛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但为着要维护灌溉水质，农委会3年前实施农业灌溉水质保护方案，要求托物业者若要排废水到灌溉沟仔，饭后水需要符合规定，还是将废水集中，将沼泽和沼域来分离，达到零排放。这个水管吼，做大机的嘛，通直直落啊，对不对？伊嘛要分配讲吼，这下游的吼，人要种作的人吼，较有水好食安尼啊。农田水利会表示，目前回来大排户1214户，其中托物业就900户左右。今年底将停止准可托物场大排放流水，为3年前就公告辅导。目前各19户托物业者搁咧按辅导中，按说年底期限内就用改善完成。目前只能够这个菊花，然后送给我们的环保局来做处分。那这农田水利法通过之后呢，在法里面规定授予我们农田水利会有这个处分的公权力哦。水利会表示，因为部分区域灌溉水源比较不足，水利会需要以回归水的调节利用，就是将排水符合灌溉水质的标准水源，搁引入其他农田来灌溉。所以2020年底，回归水利用的渠道将停止打排，希望维护灌溉水质，会当进出过优质安心的农产品。记者为您报道。政府为着要防止民众个人的资料去互偷用，实名申请验关偷走税金。咱国内徛名报关的新制度，今年5月16起行，到当才实施5个月，就有将近3万件走空运的包裹去海关抓落来，文件补缴了后才通关。不过这对象过来也日日观察，日后若阁有假货倒转来，一定会检查大成。惠文山内面的货更加贵塔。这么海外网络买物件真流行，逐工对同机场进口的航空包裹有15到17万件，过去拢是用抽查的方式，验过定调民众的个资被无形申报，暗感非法物品进口偷走税，所以海关这么推动实名认证。3万件的货物经过拦查之后，就会通知他们去上 APP 网站，登录相关的实名认证作业，那后续就货物放行。关务署台北关讲，实名报关5月16开始实施，已经有3万件左右的空运快递包裹无办实名认证，或者是转本费人被冻落。等文件补缴了才会当放，不过会日日观察名单，以后5件会登来台湾一定会查。已经有登录 APP 的，大约有125万左右，到6月30号为止。就针对这个实名认证的部分，我们海关是采逐步查核的模式。台北关强调，利用伊利位 App 完成实名认证，无过再提供资料给不良业者，会当保障收件人的个资未被盗用。当航空快递包裹进入台湾申报通关时阵 ，App 也会传简讯到特定的手机通知收件人，就是确认报关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东部的消息，台东市的活水湖因为观光游览的人袂少，因过嘛加减捌发生有人渡水的意外。对5年前开始，县府委托业者经营水上佚佗的活动，佮聘请救生员伫现场渡水的不幸嘛减少真侪。不过委托的契约6月底到期，县府嘛即时宣布活水湖的范围禁止民众搁再落去游水。总是嘛有民众讲，这条新规定有较无合理啦。热天若是看到水，会互人感觉真爽快，尤其是台东市区的活水湖，长有1.1公里，跨100公尺的水域，互民众真想要耍水。可惜。不过5年前，台东县政府委外服业者有限度的经营200公尺的耍水区，到今年6月份左右到期就无搁继续，所以县政府宣布，从7月初1开始，为着要维护民众的安全，禁止落水，而且有请3个合格救生员来巡，劝民众唔通落去。但是台东县政府希望发展水域活动，即马煞个禁止民众落去耍水，民众认为讲安尼不合理。救生员聘了，然后你不开放游泳，这就等于浪费钱。不会游泳，我去活水湖游泳，然后就溺水了，我家人会怪政府，然后政府还是要赔钱，这个也不合理的。我们如果说能够把这个委外的部分呢，顺利的把它招标出去的时候，我们也会要求委外的厂商规划一个安全的水域。林正宏讲，活水湖原本的设计就是避风池，唔是游泳池，算是开放的水域。不过有单位提出水上运动安全计划活动，县政府会同意，但是对一般民众来耍水，县政府也是有责任爱甲因考劝，来保障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7月台南市举办台语月活动，配合5日节，就是诗人节，特别点伫咧台语研究的前辈王玉德纪念馆门口的凉亭，打造出台语诗的诗墙。上界特别就是讲，民众会当经过 QR code， 用手机哪听台语诗，哪学台语，特别来欣赏台语文学的水。王玉德纪念馆外口的凉亭，才出现一片台语的现代诗墙，一首一首现代的台语诗，唔但看会到，嘛听会到。清静的街巷内，风入探照路走的日光，面前顶云过影只，嘛风入厝边熟悉的声哨。安尼优美的声音，只要透过手机啊扫 QR code， 就会使听到台语诗，看到诗墙的文字，感受真无同。啊，这首是我写的米格森，因为米格森这个物件真是，毋是足侪人外县市的拢毋知影有米格森这个物件。台南市的文化局特别打造这个台语的现代诗墙，挑选这20首现代的台语诗，描写台湾的人文、风景甲美食，对古早味的点心到地方美丽景致，全部拢伫这个小小的凉亭，嘛秀出诗的文字，甲诗文变成艺术品，相当的雅气。就觉得还蛮古典优美感。对，就是跟平常的那个方式，平常都什么字画吧比较多。这群大学生有的人当然要讲台语，看到台语诗墙的台文，其实有淡薄仔生疏。看文字吼，有当时感觉较生疏吼，啊，所以咱会当甲文学、文字、文本，甲转化做声音，转化做影像，会当搁较深入的感受到啦。一字一句体会台语诗，会发现其实伊足亲切，嘛足美丽。这座台语的现代诗墙，对5月节嘛是诗人节，即天开始开放参观，展出3个月。记者陈亚军、赖伟做台南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咱知影讲5日节大日子。这正热天时上要紧一个节气，不过对于台北人来讲，5日节以外，过来就是5月13，台北迎盛逢咯。过去叶俊麟先生用一条足好听的日本歌重新作词，写台北迎盛逢，和王秀如主唱，歌词实在真感动人。咱来听内底2句安怎样表现？叮当当鼓声做头阵，阵头迎过来，摇人铃摇人腮，满街路闹猜猜。有一个田庄阿伯藏在人棚内，头牙牙看甲嘴啊利西西。啊，北部最出名的台北迎盛逢夜，男女老幼一直来，踮在路边排归排，烧钱看闹热，你来下我，我来杀你，笑嗨嗨，笑嗨嗨。是啦，咱拢知，演过就是艋舺顶下交病的事件了后，真侪人才搬对大场亭来。当然，大场亭我来将盛逢夜请过来，啊5月13。台北迎盛逢，这就是甲艋舺迎青山王，甲含大龙帮迎大道公，这种台北足闹热民俗的庆典。尤其叶俊麟先生所写这条歌，本地日本曲，伊嘛是咧写马子里喏空梦话，就是讲过去回想永早暗时啊庆典的情形。不过歌词完全是叶俊麟重新搁再编的，伊内底写讲有一个田庄阿伯藏在人棚内，头牙牙看甲嘴啊利西西。这毋是咧偷写，毋是咧甲谁偷看，就是咧看闹热啦。啊，你来下我，我来杀你，大家拢笑嗨嗨。过来哦，叶俊麟这一幕一幕，头前是鼓声做头前哦，过来。滴答答，鼓吹牵灯声，连续一直闹。7夜在前，8夜在后，摇摆摆出风头。有一个乡村姑娘生出白泡泡，无彩伊粉抹规面干直流，全省最闹热的台北迎盛逢夜。头拄仔是田庄阿伯，过来这幕你搁看，阵头一直赢，鼓声过来换作啥？换作鼓吹牵灯声，连续一直闹。7夜8夜出来咯。有一个乡村的姑娘生出白泡泡，过去查某囡仔较捌行出来讲，伫咧看闹热，那平常时啊就无法度行大，毋则讲吼无彩伊粉抹规面干直流。过来，新明桥这上要紧的已经来到现场哦。迄小小一顶新明桥，沿路摇摇人，
新男新女手牙清香，一直拜心轻松。有一个庄卡的阿婆，规身金当当，头咧咧，嘴内祈愿倒一项，大家最快乐的台北迎盛丰夜。这个歌写了真好，因过咱可能知影讲原主唱就是王秀茹，因过咱可能知影讲，饭随我，敢若嘛捌灌过，对，这拢无毋对。毋过咱吼，较罕得去斟酌讲。作词家正正就是叶准麟本人，毋知国政特别提出来介绍讲，从永早台北伫咧迎闹热，人讲5月13人看人，真侪老辈拢讲大山两辈拢行台北桥，入来到庄内，互台北人咧请，看到庄卡阿婆规身金当当，安尼喙内吼，毋知伫咧祈愿倒一项，咱嘛袂输，敢若看到电影镜头迄一样，叶准麟是来熬写歌词，毋是讲敢若晓写感情的，写旧情绵绵，写淡水无色。写可怜乱花再会个，写悲情的城市，伊嘛晓写这个闹热的台北迎盛丰，实在有影是确实无简单啦。过来台北公园，咱来关心南投，因为南投的人一句话讲：请贵猪头社米，水社鱼，马兰有地米，这就是代表六月潭这大家物产确实真丰富。咱六月潭的游客中心嘛推出深入了解地方的观光游览活动，要带民众行马兰山，那欣赏四边的好风景，那了解过去地方出产红茶的过程。来六月潭游览，若想要眺望规个湖的景致，行马兰山步道是大推荐。这段路行起来无算艰难，4公路才会下。马兰山步道沿路经过红叶步道，有通欣赏地方规山片。爬到上悬坎步道上尾站有台湾第3关的气象站，踮遐通享受山川地土的光阔。很美，很美，感觉空气很好，然后心情很好。这个步道很清澈，蛮好的。马兰毋那景致出名，阁有台湾红茶故乡的封号。这大正红茶历史，就爱对日本时代讲起。日本人为着发展台湾红茶，就按印度阿萨姆因茶进入来咱台湾。因为马兰环境清幽，气候甲土壤正适合茶米的种植，红茶产业就安尼定紧，名声流传到今。伫马拉山步道附近，就设有名叫新井经吉龙的铜像，就是要感念伊对马兰红茶贡献。新井跟吉朗对于台湾的红茶产业占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跟地位，它的地位就相当于这个8田雨衣之于嘉南大郡，所以他当初呢就在鱼池这边觉得说，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种茶叶，那派来这边之后，他就立于这个红茶产业的培育。现时台湾疫情渐渐平静，配合防疫新生活规范，旅游形态嘛得咧转变。如果谈到推动深入的观光旅游，要带民众行马兰山步道，望游客那欣赏美景、参观景点，那了解红茶产业的历史甲文化，嘛利用去大自然行大机会，消透伫生活当中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台南市林德区公所，这当阵当伫图书馆内底举办摄影展，为着鼓励民众去欣赏，咱就来翕相用手机登卡落，搁借5本册册，就当摕到市场的优待券。一来公所就是要鼓舞人读书，二来嘛要带动庄头内面的消费。翕囡仔人伫咧关庙彩绘村地石壁顶所彩绘牛车，阁有众人替文兴圣地做秀的情形，一寡真有地方特色的相片，拢是摄影比赛得奖的作品。最近台南的仁德区公所特别经54百，伫咧图书馆办摄影展，为着鼓励民众来看展览，因也和市场处合作。互民众有食，阁有掠。摄影的展出的一个活动哈，那只要来到我们的3楼来看来打卡哦，那就顺便到我们的2楼图书馆的地方借了5本书，那就可以兑换我们1张50元的一个优惠券，可以到我们的1楼的一个市场的地方去做消费。除了展览，趁即阵疫情缓和。区公所也伫逐个礼拜六举办 DIY 的活动，利用在地人文特色来行销仁德区。那我们 DIY 的部分呢，就是结合到我们南关县的一个特色，包含到林鲜化老师的一个戏故人啊，包含到我们的季老师的一个竹编的一个相关的课程。仁德区长黄素美表示，因用喜悦爱国、纾困方案正做主题，规个活动按算到7月底。希望透过这款3合1的艺文推广活动，会使带动市场消费，
顺续推广在地特色。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是因为气候变化，菜色食食有时也会欠。不过近来传染症咧传，民众嘛开始有可能无法度出门去找食。为着这项原因，亚西世界蔬菜中心特别捐出400份的菜色的种子，予台湾世界展望会，望讲予较弱势的家庭，家己会当学种做种淡薄仔菜，必要的时阵就通扣起来食，暂度日子。武汉肺炎对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少改变，上直接影响的就是收入，尤其是部分弱势家庭，因为条件限制，领无相关补助。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特别准备400份的种子，关乎台湾世界展望会，希望帮助有需要民众。这些弱势的家庭很多都是打零工，所以他不见得有机会可以去取得这样子的补助，所以我们有机会再次跟亚蔬世界蔬菜中心合作。那他们也捐赠了400份的种子给我们的受助家庭。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总共捐6种特别好照顾、成长较紧的品种，和民众轻松来种，买当和全家会拢食到充足的营养。那绿豆它有很高的蛋白质，我们也吃很多绿豆。另外一个豆芽菜也是我们非常普遍，豆芽菜可以说是被认为是将近是最有营养的蔬菜之一啊。所以这一些都是非常好的蔬菜，而且很容易种植。尤其在疫情大流行的期间，粮食的供应嘛拄到问题。这个时阵，家庭菜园就是真好的食物来源。亚洲蔬菜中心提供的种子组合包内面，也佫有栽培的教学、营养成分、简单的煮食说明。唔那好民众会当体验种菜乐趣，嘛当有充足的蔬菜营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昨日本东京都统计讲，过一日来新增加去染到武汉肺炎的人数超过100个。因为咱国目前是规定企业往来人士按日本入境，在家内隔开观察健康，期间缩短到7天就好。但感染症专门科的医师嘛提醒讲，台湾和日本往来真密切，带动传染症应该还是要愈谨慎愈好。东京的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在传，今仔7月初2，过一天的确诊人数就超过100人，创解除紧急事态了后，过一天确诊数量的新纪录。因为日本目前列伫台湾中继风险感染国家的名单之一，国内医师就提醒，日本的群组感染一直拢无停过，建议政府应该调整风险名单。东京附近目前看起来确实个案一直在出来，没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它至少是要中度风险的啦。它可能有点离开中低风险这个层级。没有疫苗情况之下，如果人类不改变行为的话，还是喜欢群聚，它就是陆陆续续会爆发一些流行。指挥中心是伫6月2日开始开放纽西兰、澳洲、澳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18国低感染也是中低感染风险国家，也是地区的短期商务客，会当有条件的申请来台。已经进前若是准备好登记前3天的检疫报告，邀请抽象的文件，伫台湾行程表和防疫计划，期间检疫会当拄14天，减少至5天至7天。毋过若是停留超过3个月以上，也是爱居家检疫14天。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到7月初2为止，敢若12个人申请短期商务来台湾。解封指数或疫情的这个传播指数，要依据地区重新再评估，不可以只有用全国，应该是下放到每个区域去，尤其是我们台湾经常去的这些景点。面对日本确诊人数搁增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表示，已经有来关心，毋过目前还未达到需要调整的条件，而且强调讲，除了商务以外，外籍人士来台湾拢是居家检疫14天，袂因为安尼来增加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美国国内经济活动种种的制限重新搁再开放了后，那月就新增加480多万就业的人口，失业率嘛降来到11.1%。毋过美国近来传染症搁开始咧行，有几两州经济活动煞拢搁冻点，看起来经济要复原，路途挑战犹原是袂少。美国劳工部初2公布，6月份非农业的就业人口增加480万人，伫咧5月份增加伫咧270万人以后，佫创新高。失业率嘛为13.3%降到11.1%，比4月份新冠病毒疫情高峰的时阵破纪录的14.7%佫较低。总统川普是话讲美国的经济恢复了。Today's announcement proves that our economy is roaring back. It's coming back extremely strong. We have some areas where we're putting out the flames or the fires, and that's working out well.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governors
and I think it's working out very well. 虽然经济转好，也毋过美国的就业人口犹原比2月份减码1500万人，失业率嘛比二战结束了后到疫情爆发正前的所有时阵拢较悬，而且美国初一新增加超过52000例确诊，创下单日新高。佛州、德州甲加州嘛拢重启部分封锁措施，为就业市场的恢复投下变数。There's no victory to be celebrated. We should hope, but there's no victory to be celebrated. We're still down nearly 15 million jobs, and the pandemic is getting worse, not better. It doesn't have to. The president specifically put in his speech encouraging Americans to wear masks, social distance, and hygiene. 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初二嘛表示，伊对美国的就业恢复有信心，只要民众挂嘴安，而且遵守公共卫生措施，就会当平安回去做工课的所在。记者林浩如整理报道。咱再来看非洲南边一国80万国土内底有13万只非洲象，不过过去2个多月，煞有将近400只象不明原因来死亡，有的是面向涂骹拍咧死，有的是未断开进前一直行路拍哭。专家嘛无排除讲，这是中毒来所致。总是保护动物的团体已经开始真关心这件代志。当普查纳的保育人士坐飞机经过乌卡万哥三角洲时阵，发现水坑的附近有大象的尸体。另外，一个看到有的是身体电壳壳倒伫咧涂骹，有的是面向涂骹。根据路透社报道讲，伫过去2个月来，已经有超过400只象不明原因死亡，尸体散伫咧乌卡万哥三角洲甲其他北部地区。有人观察到一寡象死进前看起来身体正虚，一直洗苦苦啊。All the carcasse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intact with ivory, we have eliminated from the local labs the possibility of anthrax being the cause of this mortality, but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potentially other toxins that are being still investigated. 因为所有死去的象喙齿还阁伫咧，所以应该毋是偷拿人刣死的。因为无法度判断死亡原因，目前已经采集样本，分别送到当地实验室，也个国外的南非、新巴威、加拿大等实验室化验。It seemed they were even dying, very suddenly in some of the cases. The carcasses were animals that had fallen down while walking. We don't know what the cause is. If it's disease, it's potentially bad. 非洲象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做将被濒危的易危物种。普查纳有13万只非洲象，数量是非洲第一。敢若是乌卡万哥三角洲就全国10%的非洲象。总部设伫咧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国家公园救援的保育专家麦肯讲，自这款象死进前一直洗苦苦啊，突然间就倒来死去，推测有可能是神经系统被攻击。另外，引起不明原因死亡的可能性也阁真多，包括像第一位寄生虫，甚至是即马人类一个大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麦肯强调，这是一场保育灾难，有可能引起公卫危机。记者综合报道。赫罗是旅游的大国，来看意大利出名的水面之都 Venice。过去封城3月日，来这行大的人变少，粪扫嘛变少，水质阁变清气。在因遐生活徛起的民众，他嘛讲，观光客带动经济，毋过造成因所损失去的，如今回想起来，确实嘛真济。今年83岁，住伫威尼斯安杰洛，虽讲是伫遮成长大汉，但是伊差不多要袂记讲故乡原来是啥物模样。Questo è pieno di barche di trasporto, di tutto qua. Questi canali sono pieni, di solito. Gondole anche molte. Più limpida, di solito più 伫疫情发生之前，圣马可广场的人是真济，但是伫旅游限制解除了2礼拜，人共款是无偌济。Here 2 or 3 times, and it was always crowded and full of people. And at this time, it's the best time we ever had. We are by ourselves. 疫情是严重冲击威尼斯的旅游业。船头家伫讲，威尼斯70%就业人口是靠着观光收入，即摆大家拢无生意通做啊。虽然讲已经是解封啊，但是威尼斯大部分的店家是无开门做生意。这间专门卖在地料理的餐厅重新开门，生意煞落来4成咯。
Stanno un po' riequilibrando gli equilibri da un punto di vista di nazionalità. Adesso abbiamo un 60% che è italiano, il 40% è europeo. 威尼斯人是怀念以前的生活节奏、厝边关系，也有当地充满活力传统手工艺生理。但是，这伫旅游业伫1990年开始兴起了，就豆豆的消失了。È stata l'estromissione dei veneziani. E la città viene presa. Dovrebbero venire di meno perché vengono organizzati. 威尼斯经过了封城、解封，因过淳朴宁静的水道服务，向向搁转来咱的生活，嘛，互大家开始思考，家己要伫的到底是赚大钱，还是要有清气的运河甲街路？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30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4度；马祖、金门、澎湖28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自细汉我就最爱甲爸爸妈妈出去佚佗，因会带我去坐火车世界游览。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车头。车头汉字写做车头，罗马字写做呲牙车、特鳌头。车第1条，头第5条。车头是火车站的意思，火车咧让人落车坐车的所在，毋是火车的头一节哦。咱若是要讲拖规只火车的迄粒头，咱叫做车母，也是火车母。较早高铁、飞轮机无即马才实行的时阵，咱若要去较远路的所在，拢会坐火车较济。就安尼，车头正做要甲人分开，还是做伙的所在，毋只有袂少流行歌拢甲车头、火车有牵连。要坐火车爱先拆票，若是直接去车头拆票，内底有专门咧互人拆票的窗口，服务人员会问你讲要买当时的，要坐到倒位，要拆几张，敢有要拆来回票？我要一张4点20分台北到高雄的车票，嘛会使讲我要一张上紧到高雄的车票。车票拆好，要坐车就要踮月台等候。要入去月台时，爱先伫遐互铁路局的人加票。你若是要入去月台送人坐车，就要买月台票。俗语讲落车头无探听，意思就是讲落车头来到一个新的所在，煞无去探听当地的人物状况，咧讲人袂晓看人，看人无，有眼不识泰山的意思。还有一句俗语是“鸭做头会歹火车”，是咧譬如人嘴真白、真严，要甲重要的消息也是秘密。讲互人知，什么？你就头中1亿？溜、车头、车母、拆票、窗仔口、月台、落车头无探听，加座头会歹火车。
车票拆好，我要紧来去车头坐火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